大家好，非常喜欢今日福喜乐嘅节目。今日介绍了单元了，大家来讲嘛，讲到性虫有关嘅问题哦。讲到性虫嘅病、性虫嘅问题，一般嘅以后唔会去注意、去了解。不过等到佢发生嘅时间，可能是变到当成东洋虫哦。所以你今日特别绕墙线上来到两片了，大家好好咧聊一下。講一下，所以你本人嘅先生係來自性功五佛師伎倆二站嘅性從內科嘅5點肉先生，歡迎。大家好，我是星光醫院5點玉醫師。那歡迎醫師哈，而且今天是第一次提100繞牆的線上呢度福喜類的節目，讓大家都打嘴鼓哈，第一次，而且一來就講東南改問題，就是心臟的疾病，心臟的疾病其實。說實話，恭喜財寶，你一般人都會比較忽略。我們只是會常聽到，無下感應講，昨天誰誰誰突然就倒下了，然後就急救了，就送醫院了，然後原來係性蟲感問題，然後就變得很危險。可是好像這個故事聽完之後，又沒有什麼事情了，然後一般人都比較忽略。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一下，講到性蟲感問題，一般來說心臟的疾病，大概什麼是心臟病？心臟病包括先天性心臟病、後天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一般是從結構性的心臟病，還有一些心房缺損，比較小孩子所發生。那因為我們現在篩檢得很好，所以很多病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可以被篩檢到。是，就是像很多新生兒一出生的時候都會看，你的心臟的發展發育是不是健全？那種先天有些沒有關好的一個洞，或者是大動脈的轉位，這個是先天性。對，所以後天的部分，在後天的部分，包括我們常見就是剛剛您講的，就是冠狀動脈疾病，性蟲有3條血管供應心臟的營養。那當那個血管出問題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症狀，就會有胸悶啊、喘的情況，這就是冠狀動脈疾病。還有再來就是說高血壓，長期的血壓動夠沒控制，會造成這個心臟功能變不好，心臟肥大，慢慢的心臟就沒有力，就會造成心臟衰竭。心臟沒有力，真的耶，這個我比較聽得懂。上期也都有原因，比如講心臟講性蟲好冇力，它就是在工作的時候比較沒辦法收縮。是。再過來，還有一些人是以前年輕的時候都有感染，被一些寄生蟲感染到，或者咬到，就造成這個風濕性心臟病，心臟的瓣膜硬化掉了。所以瓣膜功能不行。這時候心臟也會造成肥大的情況，就是導致心臟衰竭。但是因為後來我們的國家的那個公共衛生做得更好，所以這個部分就有減少。對，目前是比較少。真的比較少聽到說，因為以前被蟲咬或者是被什麼感染到一些。那再來有一些奇怪的病人是說，就心臟的那個肺動脈造成的高壓，有些是原發性，有些是一些結締組織的疾病呢。但有一些是包括之前的肺栓塞會造成一個肺高壓的情況。這個也會造成病人的情況，就造成心臟右邊心臟的衰竭。這個也會造成病人會喘啊，腳腫，臉腫起來，手腳腫起來，這都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對。那還有一個比較少見的，就是我們常常看，就是會看到一些病人他是心肌的病變。不知道什麼意思，就是說，有的時候是之前有個感冒之後呢，可能1個月之後，他突然間有一次喘起來就不行了，那心臟功能變得很差。那這是很突發的嗎？對，它就是這個心肌病變。心肌病變，還有一種就是情緒造成的。情緒也會，情緒造成也會，就是他壓力太大的時候，它會造成一個像心臟收縮功能不全，像一個弧腹性的，就是說它收縮，它只有心臟的。本體在收縮，但頭不收縮。這是不是很像我們上期款該連續劇有沒有？然後受到很大的打擊，跟壓力。可是，一般我們都會覺得他可能原本有心臟病。不過，大白款田期看些受到很大壓力打擊的時候，突然就捂住胸口，都不能呼吸。所以有可能也是因為壓力大造成的一種。這個還有一個特別名字叫心碎症候群，他們講心碎症候群。其實心臟功能，心臟受到一個很大的刺激的時候，心臟收縮不全，造成這樣的問題。
这个有时候需要用到叶克膜才能够维生。是，可能用亲朋友谈那边讲，哇，心脏功能动到，谈的有点困难改东西。其实简单讲呢，就是先天跟后天。那刚刚大家听的很多，其实有时候你看说感冒啊，对不对？有可能引起的心肌病变，继发心肌病变，对，或是心髓症候群。不过讲到了台大是为熊呢，性虫除了安用改平，其实心脏也会有我们所谓的恶性肿瘤的，但很少听到。很少，对。心脏原发的恶性肿瘤比较少，但大部分都是转移造成的，就是一些远处的癌症转移到心脏去。但原发有一些良性的肿瘤，它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包括它一个迷走瘤，它是一个，它会造成这个出口道的阻塞，就会造成突然间的休克。对，可是如果恭喜才会，你一般人长期赌你从这个肾爬地图真的不会太去关心自己的心脏对，而且其实有动因他可能已经有一点点警讯了，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该让你也性虫平有关比如讲，还有人听说，比如说像胃不舒服，胃不舒服，我们就会觉得是效法摸喉来讲，你胃痛，我们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就是肠胃道的问题？可是有可能。也有机会是跟心脏有关，是因为是这样，心脏的不舒服很多常见的胸闷、胸痛，其实就是上腹痛。上腹痛，对，跟胃东共用。因为胃肚两片嘛，你胆沟会讲起的闷闷的，或者是你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胃闷闷，或是我这边上腹闷闷，所以它有可能不一定是胃。它有时候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这么严重？对，有些病人，对，有些，所以你有听过，可能他之前，比如说他觉得胃不舒服，跑到诊所去，他胃痛打个针，他突然间就急救了，突然间就需要急救，人就过去，因为他心肌梗塞，他把它当胃病看。所以真的蛮多人，所以用亲朋友聊，其实还是要注意，我们不是当然每到台家讲你聊闷或是不舒服，就一定是性虫感问题，可是我觉得大家要有一点点敏感度，因为其实它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治疗或是急救。可东东因为发现说，性虫的问题动点影响你可能讲话讲一讲倒下就没有了。可是因为平常一定有一些小小的警讯，台干摸你注意到，对不对？对，一般来说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那种典型的胸痛就是会感到胸闷，对，呼吸困难，好像胸口一个抬大石头这样压到，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警讯。那这个痛有时候会转移到哪里？会转移到那个背后。背痛，对，会转到背痛、鬼脓痛，他会觉得是他可能想说要去按摩，对，然后或者是姿势不良，但有时候常常会转到左边的肩膀跟下巴，就会觉得压抽，就是麻的，对，这就是一个转移痛。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神经的关系，我们神经的分布的关系，它的因为心脏的那个一些体内神经的分布，它这个远端虽然疼痛，它走向的地方都被牵扯到。所以这是一个转移痛，太难想象了。大家来不想到讲，有可能是讲，你比如讲抓肩头来，心脏动的背，抓片有一些同系模式是左偏盖、抓偏盖。牙齿麻怎么可能让性虫熊熊哈？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你够警觉，是有机会诊断的。就是当有这样的情况，就要当然看本身的危险因子，然后再来评估了。那平常就是要控制好危险因子，然后规则的到医院来做检查。对，不过你俩朋友老大家都分享哦，请大家做在注意，是种心上讲的，是讲你平常时是会知道讲你闷闷的，好像你讲你在抬下骨胀很感高，对，然后黑毛就是有可能转移的痛，这个特别提醒大家，头晕也会，对不对？头晕也会，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心脏功能不行的时候，它血压打不上去，心脏打不上去，所以它会对它血压就会比较低。对，然后。这个第5个一定要讲一下，无法解释的疲倦、虚弱、因为心脏功能不好，有些情况会造成，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容易疲劳，其实是心脏功能不好，他不晓得。可是，一般我们讲说很容易疲劳，一般人我们得到的知识就是，你有没有肝有问题，肝脏的问题。对，但有的一部分是用肝脏功能不好的表现，因为心脏衰竭的时候，血液打不出来，所以造成肝脏那边的血液回不来，就肝脏就变成肝郁滞，肝脏功能不好。所以他其实有些病人是心脏病，他引起肝功能不好。
所以并不是真的单纯的肝问题。所以黑公医论英语可能性上，他可能先去看那个肝胆肠胃科嘛，对，果真肝真的不太好，可能是事实，丑毛。可是有可能跟心脏引起也有关系，心脏衰竭造成的肝衰竭，对，这也是遇过的。所以其实像黑公，你是一直很疲倦，一直很虚弱、很焦虑，其实还是要有点警觉性，注意一下。是。对，然后这边当然，你抬杠讲的心悸。跳很快啦，盗汗、脸色苍白，这个我们就好，动手一半你是好了解。对，一般人都会去看一看，有这个情况都会去就诊。对，很有意思的就是大白凤们线上哈，就是线上都会讲哦，你按应该紧，他会在台大注意。你讲之后会问过，那医生自己有没有注意自己的症状？是这样，对啊，我们也是会，但是其实我们因为工作时间比较忙，很忙，对，但是其实我们像我自己，因为我本身心脏科，我也是做过检查，做过这个心脏断层的检查，比较安心，好安心哈。不过，乡亲朋友，还有嘛个镜头係講出現用應該問題係เรา大家嚟講，可能應該先從有問題，跟住做啲大家去看，先生嚟討論，嚟參詳看係咩只是先從有問題，還有嘛個嚟聊下，你等下就嚟講。今日當歡迎做呢繞牆到5點鐘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咧分享性從病嘅問題哈，性從病當那個題目討論起來，當到鄉親們談起來，世界杯起到好難哦，好會有這種感覺哇！剛剛醫生講好多什麼冠狀動脈什麼，聽起來好難，可是鄉親朋友，這個真的不能忽略，所以你基本上我們至少要讓鄉親朋友來講，係講有嘛個從控有嘛個警惕，我們要提高那個警覺性哈。係，咁個度兩篇讓大家來分享有可能你是高危險群。什麼是高危險？鄉親朋友就是高危險群嘅意思係講，你可能有按樣嘅情況，你會被拍殺，好有機會得到性從嘅病嘅問題。所以兩篇講到高危險群，第一個一看就是跟年齡有關呐。對，年齡是我們沒辦法改變的事實。對。但是男生他一般來說45歲以上，女生在55歲以上。為什麼這個差別？因為對啊，因為女孩子有荷爾蒙。女性荷爾蒙是一個對心血管很好的東西。是。所以一般來說，就55歲停經以後的病人才比較容易開始有心臟病。是，不然在之前，因為女孩子有荷爾蒙的保護，所以她比較不會得到這個問題。好像是這樣子的，因為一般你談到有性從病嘅問題，一般來講都是好像男生居多，我們很少聽到，就以比較年輕的患者來說，好像男性聽到的例子比較多，感覺是這樣。聽醫師係線上大白講，還有三高啦，這個太嚴重，不管講什麼疾病，三高都很嚴重，對不對？是。高血壓、糖尿病，還有膽固醇，對，大家各位飲食的注意，對，特別是我們現在飲食都西化嘛，而且很精緻，都很像，對，這個就是容易造成三高，它對這個部分糖類的使用啊，這都是。那本身還有遺傳的病人，家族就是早發現他的家族直系親屬裡面有早發性心肌梗塞病史。對，可能40歲、50、60歲以前就得到心肌梗塞，這個樣子也可能，或是說同一個家族裡面很多位都是心臟病的冠狀，對，那這個有你可能有它的遺傳，對，這個也是要小心。比如講你不好感應阿公沒黑，阿婆沒黑，馬上那就要注意了，就要小心。好，所以緊需要注意哈。另外還有老大家在講某認同感應，對，某認同體重太重。真的有影響，代謝症候群它目前也會造成代謝上的異常，也很容易造成血管的阻塞。而且大把以劇散改時間，莫是去認同，就是戶外郊遊的時候，好，推感應，你係講劇溜腿、爬山、劇啊，是不是講很喘？很喘，對。對，其實也是有影響嘛，對不對？或是你說找他去運動，一般感應給他動你去溜下去健身房嘛，健身中心。他也沒有辦法真的好好的做有氧運動，給身體的需求會增加，所以他其實太肥胖，心臟功能就沒辦法負擔。所以聽錯認同這件事情好重要，對不對？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大白哈，我覺得人就是這樣，你跟他說不可以抽煙，認同，嘛改，滴，大家都知道很難做到，一定要等到事情好像真的發生了，對不對？所以還是很重要，因為兩邊講都是保染到鄰居，抽煙情緒有影響，特別是抽煙影響很動態。我病人很多都是抽煙，
特别是我现在最年轻的病人就29岁，心肌梗塞，抽烟了。现在他很明显就是跟抽烟有抽烟，他就抽烟有关系。那你有告诉他以后不要抽烟吗？但是就很困难，因为我觉得他们除非他有经过生死交关。还是医生你跟他说的时候很温和，你就说不要抽烟哦，然后他就想说没关系。不会，我们有个团队在帮他做戒烟。但是现在其实有抽烟的问题，我们都会转介到戒烟的门诊去。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安排戒烟门诊。可是有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下的生病的时候就很谨慎，但是可能过了1年就忘记了。生病那1个月很谨慎，戒烟戒的1个月很好，1个月之后突然觉得好像蛮身强体魄的，好像又开始了。我还记得有时候冯文信上有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一种感动还是一种心酸酸的，我都会听到医生说有啊，我都有跟他讲，叫他不要那样啊，他都不听，就是我就觉得医生好像爸爸妈妈有没有那种讲，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吃这个，都不听话，感觉是这样子。有时候是这样，那有时候你再讲太多，他就不来看了。所以我之前有个病人他也是这样，他就是很明显的他就是心脏病啊，在抽烟。已经确诊他是心血管疾病，但后来他就为了这个事情他不来看之后，我第2次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在急诊了，他人已经就救护车送来。我觉得这真的是，如果有一个医师一直叮咛我说，依琳你不要这样，我很感动有一个人提醒我的感觉。对，接着就像这个就是医生讲的啦，也是3高的部分，对不对？高糖嘛，高胆固醇，所以也不可以太累。对，太累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突然间心脏血管有时候突然间痉挛，会抽筋这样，突然间痉挛，有时候可能会造成突然间病人猝死。对，那当然这边又讲到阿力胎啊，这种心脏跳圈又讲到嘛，心碎症候群也是，所以不要一下子他受太大的打击。这个真的有，因为每一个人的抗压性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面对爱用时间感反应某种运动引起。很容易紧张，很容易什么事情？你还讲我哈感应来陪你，我们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我们就会说这件事情先不要跟他讲，我是慢慢的告诉他，怕一跟他讲太激动。对，这就是医生讲的这边高危险群的部分。对，不过讲到两篇台讲线上有讲到，就是说谁来引到谁某人系讲去比较起来个时间，谁某人是55岁以上，可是是不是女性的心脏疾病也比较不容易被发现？是这样，因为一般来说，女孩子除非她本身有3高了，但有时候很容易就是被忽略掉。是，特别很多女孩子会有一般的2尖瓣脱垂，她会觉得胸闷喘、呼吸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去评估她有没有3高，有没有抽烟，对，你就是当做一般的治疗，有时候就忽略掉了。还有什么原因是会让女性如果有性从改变好，某容易不因？因为有些女孩子她当然容易血管抽痉挛，或者是血管比较细，就先天的情况就会造成这个情况。特别是女孩子有时候很紧张，她那个自律神经比较兴奋的时候，她血管会容易抽筋。所以她做一些检查，她会有一些缺氧的表现。是，对，这是跟男生比较不一样，男生比较不会这样子。哇，自律神经兴奋的时候造成血管抽筋。是，所以那黑公那如果像医生这样讲，那像我们怎么办？女性那我们怎么样特别做什么样的检查，或是特别去提高警觉？对，当然是最重要的是评估你有没有危险因子。那如果本身有危险因子的话，要控制，然后要规则的有的需要用药物，有些用饮食生活习惯来控制。那控制，那最后呢，如果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包括你有一些转移，就胸闷啊、喘的情况，你就要到医院就医。那检查方式呢，会比较不一样吗？其实一般来说都会排一些压力性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心电图，就 X 光，那再来就是会看一下这个跑步的心电图，或者是扫描。合一的扫描，看心脏有没有缺氧的情况。是，所以说这种心脏狗的暗动其实大家有发现吗？你冲头躺头妹，其实一直都在提醒你症状的发生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大家维修，我们现在讲的是，你有爱用它检条，你有注意那但是如果你当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紧急做怎么样的反应？是这样，对不对？对。就一般来说，你是第一次发生，没有什么没有很多人都第一次，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的问题。突然间胸闷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放下手边工作，先休息。如果这胸闷一直不能缓解，就一定要赶快到医院来就诊。
甚至到急诊来看。如果一直胸闷，特别是本身危险因子更高的，那或是他早期他已经被确诊他有心脏缺氧的情况，对，那就要及早就医。是，那本身被确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通常医生会给他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有一些舌下含片、消化甘油的含片，对，当他胸闷的时候，他可以3分钟含1颗。对，这个含片我们以前在那个学校上那个健康教育的时候，老师会教。对，电视上都常常看到，就一瓶有没有？对，然后又很紧，又在连续剧，很挤，都掉地上找不到，然后对，哎，我发现心脏疾病很容易在连续剧里面上演出。对，然后很激动，然后要打开倒在地上，然后抓不到，是不是？但是真的会这样吗？有些真的是来不及，来不及。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医生开这样的药，你已经确诊有性虫感问题，性上不应胺感容易挺丑，真的要带着。对，我们一般都会给病人带着，都真的就是带在胸口，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哎，拿出来。对，紧急的时候就吃。但是就是正本清源，如果你真的确定是这样，然后常常有症状，你还是得做进一步的检查，甚至包括心导管的检查，你都是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检查。对。因为你没有处理它，没有了解它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我们虽然没有摸孔基，它还是存在啊。它还是有可能发生，而且我觉得性虫感问题等于刚才提供它不是随时都有这个症状，所以很容易忽略。像医生你刚刚讲胸闷，他休息一下就好啦。对，他就觉得没有怎样。有些人他发作的是在半夜发作的时候，你来不及了。所以医生你那边也会有一些像我们刚刚讲到女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病例，有时候是这样半夜，或者是还有我记得某一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当这个总医师的时候，这个马英九先生当总统太高兴了，心肌梗塞。你这样讲的是真的吗？真的，因为他太开心了。他太开心了，就是他太激动了，所以他就去医院看医生。他是胸闷，就发生心肌梗塞。然后你问他为什么胸闷？他太激动，对。胸肺炎嘞。所以压力，因为太大的情绪压力，它会造成这个胆固醇斑块破裂，引起心肌梗塞。所以也不能太开心。对，所以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是很重要。保持愉快心情，可是不要太激动。对，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讲。我白熊母亲上有马改临床的病例，他跟我讲一个太开心，结果心肌梗塞是女性哈哇，乡亲朋友，所以线上讲的不会谈哈，当到镜头有马改每一项地方大家要注意，还有马改注意聊下，等下再来讲。今日大家在分享性虫感问题，大家有请到冇讲来讲去，其实还是生活要很注意。是，而且讲来讲去是讲你的认同。线上讲冇保染是冇保染哈，不过你讲到认同嘅世界，动动你咪讲，哎呀，什么样的运动都在一种嘛嘅认同，可是认同也是要注意的，是对不对？大家应该从口冇恐容。就每个人他基本的情况不一样。那如果一般健康的人，他是可以做包括有氧运动，在这个走的。度为调改成分，比如讲做在走动家，你还喘得过去，而且觉得很 OK， 是走的。摸问题，嘿，但是当然讲去喊一下这还是很喘头晕，那就不要。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大概状态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运动要渐进的，增加是要渐进性，不是说一下子太多这样。慢慢的，好可怕！现在连胸肺也做唔得，胸肌痛也做唔得，压力痛也做唔得，所以润痛哎，慢慢来，慢慢增加。所以聊频道台高在讲润痛，就是你一开始要当暖身、收操、停台上，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没有？对，然后心脏拱的，你刚刚说强度嘛，慢慢来，对，而且你要持之以恒。可是医师拱多聊润痛，我们都会觉得一听完润痛，到台高在讲，很多人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有看到突然晕倒的，对，其实蛮多。他本身情况不晓得，又为了这个奖牌，为了这个完成自己的目标，所以他可能就拼了。可是他可能跑到后来就常常，因为蛮常见的马拉松赛，现在都会现在政府都会要求有这个医疗团队。那其实好几个发生过好几例，就是发生心肌梗塞的，跑马拉松之后。可是因为我们都会说，唱歌安用感认同，停着要有毅力。所以，即便有点痛苦，也要撑到最后。哎，不要，不行。那像那种，你知道，给你讲登高101登高，那个也是一样，就平常没有在运动，
没有这么激烈的运动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而且因为你爬那个有时候对关节也不是那么好，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所以也不见得是只有心脏。我觉得真的好辛苦哦，而且我前动辛苦，听说因为润痛啊，超过叫水去体育总得，然后所以有合适的运动。好，我觉得真的，再加上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心肌梗塞过、心脏病人的时候，他运动其实是可以经过调整的，就经过复健科医师，有些心肺复健，他帮他设定好一个运动的标准，安排再帮他说这个怎么样的运动强度是他适合他的。这个有相关的咨询，可以找相关的复健科医师来安排。对，因为润痛感冒，第谁本身体都会控甜嘛，比较好的代谢。你每次运动完毕之后都弄得自己很不舒服，那反而有反效果，懂吗？哈，不过讲到底下，大家是会讲，听说、谈讲，阿姆啊，水墨自谦，尤其是女生，系讲你做得一定细细改红酒对身体有帮助。对，是这样，因为红酒有一些单宁酸，它走在抗氧化。对，其实抗氧化对心血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的药物它也是有抗氧化的成分。那这个对心血管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酒的话，酒精太多的超过量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血压不容易控制。所以台咖有糖都是红酒，对不对？因为抗氧化，其实抗氧化就是对心血管疾病。那心血管当然就是老性从有关，其他对你固性体开血管嘛。所以动动因为讲不然水母的时候喝一点点，所以不能过量。不能过量，一点点。对，谁不一杯少杯，谁不一样。我有的人他其实想要喝，然后找不到借口。就是我现在医生说喝红酒对性从好喝，所以不然就喝很多，这样不行。对，那喜欢高血压，高血压反而造成心脏病。哟，对。所以令甜豆为高血压，高血压是为就性从偏，所以喝少有帮助，喝多会有心脏病。对，医师，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平常要日常保健呢，对不对？哈，像喝红酒也算是。吃东西有没有呢？吃。一般我们说痛风的人不可以吃这个，痛风感应总得洗牙，总得另立马酒。那吃的东西呢？对，吃东西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包括这个，包括这个胆固醇，当然你料理的方式，如果你油太多，它那个就会有。当然我们如果有本身心血管疾病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食物，它有在食物方面，它有一些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效果，抗血小板凝结的，包括是那个我们讲纳豆、大葱、香蒜。纳豆，你是说你不运动好是改纳豆？那个对，那个勾勾那一种。对，那种，或者是葱姜蒜，它其实有点抗血小板的药物。葱姜蒜。对，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芹菜啊、这个荞麦这些东西，像它芹菜它有部分可以让血压不那么高了，它们有这样的效果。但是这都是食物的疗法，对，就是说你摄取这样的，它其实均衡的饮食是对，当然这是比较重要。简单来讲，到台湾来讲，就是你吃东西要均衡嘛，对，一定是这样。你每天吃这样也不行，对不对？我觉得其实上些你都节目地图让用亲们来分享感意思，我觉得观众朋友有时候常常会矫枉过正，比如他就会觉得说，性上讲吃芹菜走的就拼命吃，要拼命吃，其实不是。第一个大前提是什么？你一定要均分改吃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只是提出来说，意思说像芹菜这种东西，可能对心血管这个部分还不错。可是很有意思哦，这里面列出来很多人都不喜欢吃哦，动动音好些风吹的不好吃。苦瓜，然后 Q 也不喜欢，这里面。对，然后荞麦又是很健康，像你不应吃荞麦面，对，那这个是可以保养心脏的食物，可是一定要均衡。而且我觉得来躺心脏讲到两行，还会有一种感觉，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控制你的三高，对，控制三高。不要过量，对，饮食不过量。对，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好了，一般因为讲血氨用个东西对性从就好，其实应该是说黑讲你是为危险因子，比如讲你有上购感因，你动容易对性从偏，所以现在我们建议你饮食用饮食上做得控制，应该上购，你也上购控制的好，你性从是会好好，对，就是比较不是在高危险因子里面，对，公道良品。不过还是要跟大家做个总整理啦，对不对？是。哇，这个心脏病患者的日常注意事项，我觉得每某挺从性从偏概念，我们先讲第一个，比如讲动量，天气冻很冷，天气很冷的时候，对，因为有时候会造成血管收缩啊，那已经有阻塞的血管突然间收缩起来，就引发心肌梗塞，所以很多动因老伯伯啊，老太太她办那个以前出门运动3点多，突然间就是救护车送来啊。有时候冬天他没有注意保暖的时候，他
就一个寒流来，它常常有寒流来，天气变化，也很多人心脏病的病人就是非常多。为什么？因为血管收缩，所以天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是很重要。所以东你你别讲嘛，你天改时间东龙应该早先洗凉然后。更早的3点多起床，因为4点多记得是不去烘炉，去弄杯烘啊，烘炉长到5、6点钟都会洗澡嘛，这是我们很习惯的模式。夏天好像还可以，如果浪天也是这种心脏功哎，你要注意，不然你早上红阿姨都一下子血管收缩太快，所以这也关系到嘛，改呢，动作一定会抖天气，抖节目低读到天气可以前面改胸性配合功，你起床的时候不要一下就坐起来，是。慢慢的，先暖一下手，暖一下脸，暖一下身体。天气冷的时候，不要太一下接触到冷空气，有时候会造成血管收缩，心脏血管收缩，就会有突然间的症状。对，好，那我们一样哈，这个已经讲了大概冻豆扁哈，颈系尾糖哈，不可以抽烟。对，然后水木要顺应自然规律，是这样。就一般很多过劳的病人，他其实也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收缩痉挛。对，其实我良好的作息习惯，才有办法对身体整个代谢情况有所帮助，对你的血糖啊那些也会血压控制比较好。对，所以这个是也蛮重要。便秘，对，便秘是这样，怕你用力太多，突然间太用力了，就突然间发生心律。怎么被医生讲的好危险，对不对？所以说是正常的饮食，均衡的饮食，你该吃的蔬菜水果有吃。其实这个都是对。对，好，我们再讲一下，运动一定要嘛，对不对？对，不能太累。好，预防和治疗打鼾这件事情。打鼾是这样，有些病人是换气过度就是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所以他其实这个研究证实，它也是会造成心脏缺氧。所以他整个精神不好，心脏功能也变不好。所以但是这个部分现在都可以用一些辅助性的疗法来帮助他。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不要医生叫你不抽烟，你就不去看他。下次在医院的时候，可能就有心脏拱黑，救护车送到急诊室，一定要注意，对不对？规则门诊追踪，那有状况的时候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只有把它查清楚，才是最好的平安，才是得到最好的安全。像我同事，他的爸爸也是有装支架，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回去。几乎对，当然如果比较不稳定的病人，他会比较密集。可是像我们比较稳定的病人，装完支架之后，他已经过了半年、1年，他还是可以拿处方笺，但是我们固定时间都会帮他安排这个追踪，后续的追踪。那目前来说，心脏因为导管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所以以前没有那么好，但现在借着这个方式，他都可以达到很好的。这疾病很好控制，是，所以现在规则追踪才是最重要，有问题尽早处理，不要等到发生心肌梗塞再处理，那个心脏功能都救不回来，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台大有发现一件事情哈，我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台大有发现，讲来讲去其实就是注意你的平常饮食，然后呢，然后你要有好的日常生活，对，你要睡得饱，对，然后压力不要太大，对，然后该预防你的三高，该控制的食物你要注意，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讲到最后。都是重大急症的一个对，其实不管或者是像重大急症，工作注意，因为都是会注意啊。安用长做得保你个身体康健哈，所以希望你个乡亲朋友根本去看，你联系到信从有关嘅问题，大家个收个动态。你讲啊像体重老嘅事情是从线上讲嘅，你平常时会注意，注意应该问题。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线上嚟到聊片，哈，希望有时间接嚟到大家嚟分享。好，所以乡亲朋友嚟听听下来继续嚟做认同了。